陳奕琳，我係鄭培元，我係黃靜韻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 STEAM 小玩意係 DIY 射擊小玩意。而家就等我哋嚟示範一下點樣玩啦。我哋每人有3次機會，射得最多牙齒嘅人就為之贏。好啊！好犀利啊！加油！喺度。嗱，唔好射住。可以啦！哇，好犀利啊！死啦！變咗第2殺啦。OK， 好，加油！哇，好犀利啊！事不宜遲，就等我哋嚟介紹下製作射擊小玩意嘅材料啦，包括一啲紙皮、一啲雙面磁條、一啲色紙、一個紙杯、一個氣球同埋一個膠樽蓋。而所需嘅用具包括一把間尺、一把鉸剪、一卷膠紙、一卷雙面膠紙、一支圓筆同埋一啲水筆。首先，我哋先整目標靶，用圓筆同埋間尺喺紙皮上面畫目標靶嘅嘴巴，然後用鉸剪剪出嚟。跟住我哋就要拎啲紙皮嚟做牙齒，喺牙齒同埋牙肉上面貼上雙面嘅磁條。之後將佢吸上去，就會自然黐實咗噶啦。只要再大佢一下，佢又會甩翻出嚟。跟住落嚟，同學可以利用色紙同水筆為目標靶加以設計，裝飾靚佢。之後為咗佢可以企喺度，我哋就可以喺目標靶嘅背後貼上用紙皮整嘅底座啦。最後就要整發射器。先喺家長嘅陪同下，小心咁剪開紙杯同埋氣球嘅底部，再將氣球套入去紙杯裡面，再用膠紙黐實佢，就好似咁樣啦。最重要嘅係要加埋用嚟做子彈嘅樽蓋啊！各位同學製作嘅時候都要記住安全第一。仲有唔好用太硬同埋太重嘅嘢嚟做子彈啦，更加唔好對住人發射啦。相信思妍嘅同學都係充滿創意，期待你哋做唔同主題嘅目標靶同埋唔同類型嘅發射器啊！我哋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期待你